亲爱的富强家人，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可以一起在耶和华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敬拜开始前，先邀请大家可以预备我们的心，因为神说，敬拜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是蒙神喜悦的。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圣殿里面，更多的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哦，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除去那实心，是要肉心。主，我们单纯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神的儿女。求神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踏进神你的圣所的时候，我们的心单单渴慕你。当我们离开圣殿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承载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丰盛的恩典跟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是属天的儿女。主，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将我们全人全心交在你的手中。哦，主，我们要全人的来敬拜你，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全然摆上的心，用我们的灵来高举你。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更是我们的救赎主。主，我们要特别为着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来祷告。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你拯救一切灵性失丧的灵魂。主，你的心挂念着那些孤儿、寡妇、寄居者，甚至是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福音，在黑暗里行走的那些百姓。主，你顾念他们。主，你是全地的救主。愿你的能力复辟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从来没有认识耶稣、没听见福音的地方。愿神你亲自差派宣教士到那里，好使全部的土地都能够认识神，高举耶稣的名，全地都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全地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主，那是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多的专注在你的声音、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建造，好使我们的生命真实活出神你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什么是神你所喜悦的心意。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更新，我们的灵再一次的被眺望，我们的生命再多的跟神你和好跟连结，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受造的目的是要敬拜你，我们受造的目的是要走出去来传扬福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卧底的传道人。愿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谢谢神，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的神是荣耀的君王，我们的神配得一切的赞美。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高举我们的心，因为他是荣耀光辉的本体。是的，主，你是满有荣耀的神，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
上的舍命，你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好使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在圣所当中来瞻仰你的荣美，来敬拜你。圣洁的羔羊，我们的救赎主，你配得一切的赞。我们一起唱。使我完全赐下
谢你的双手，宝血洗净我无悔，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你配得坐在宝座上，脱开这尊贵冠冕，你做王到永远，来尊崇，来尊崇赞美耶稣，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你施加，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脱开这尊贵冠冕，你做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你施加，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你是信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崇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你是信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崇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
是的，亲爱的主啊，我们要亲近你，在你的圣所敬拜你，因为唯有你能得着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软弱、破败、罪恶的环境，唯有神能提升我们。你的恩典、圣灵的能力会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谦卑的降服。愿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聆听主你的话语，得着生命的能力，得着见证主的能力，愿意为主传扬福音，也能够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神啊，愿今天的礼拜荣耀都归给你，众弟兄姐妹，我们众百姓得着祝福跟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两个站着哈，我们要来齐念尼西亚信经，一起齐声来念。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之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彼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3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在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虽然在连假，但是我们能够在主殿前来敬拜神。我们等一下讲道完，我们这个月的祷告时间，我们也请兄姐预备。如果你有心中的需要，肉体病痛的需要，要求神医治，我们就等一下到前面来，也请我们的带导团队、我们的长老还有小组长一起预备来做服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受上帝的话，
我们一同来领受上主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2处的圣经节，第一处经节在撒母耳上记17章34到37节，我们一起来念。大卫说：“陛下，我是为父亲放羊的，有时候狮子或熊来了，抓去小羊，我就追赶它，击打它，救回小羊。如果狮子或熊击袭我，我就抓住它的须，把它打死。我曾打死狮子和熊，同样可以杀死那藐视永生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上主曾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也会救我脱离那个非利士人。”扫罗说：“好，你去吧，上主与你同在。”第2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6章43到45节，请。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树的好坏从它的果子分辨得出来。你们不会在荆棘里采无花果，也不会在蒺藜中采葡萄。好人从他心里头积存的善发出善来，坏人从他积存的恶发出恶来。一个人的心里充满着什么，嘴就说什么。愿上主亲自保守听他的话，又照他话语来走的人。献诗请底波拉小组所要献的诗歌，他永不误事。献诗完由项目师传讲信息，带来恩典的语言系列第2讲，操练属灵思想的言语，我们一同恭敬来领受。耶稣我的主，他为我背上十
谢主。我们今天好像就是纯女生的乐诗班我们的底波拉，谢谢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年恢复了这个教师节的假日连续假我们祝福在座的有的所有的老师了觉得老师已经很广义了。你是小孩子的老师有的是在学校做专业的老师我们在主日学也是老师所以我们祝福我们的大家主日学的老师，所有的老师在学校的老师，大家都教师节快乐最近有人在网络上贴了一句话，还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政府从10月开始试办周休3日，周休3日看起来真的是10月份了，几乎每个礼拜都周休还有3日。感谢主，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假期，大家可以在生活上一起享受家庭的快乐跟旅游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要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先来做祷告，再来开始。慈悲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连续假，很多外地来的亲人回到家中团圆，也有弟兄姐妹借着这个难得的假期到外地来旅游。无论如何，让我们真正在属灵上过安息日，在神的面前得着这个假日、主节日还有主圣日的一个恩典。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得着，一起激励，一起学习。愿主的灵给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一起要学习分享我们在带来恩典的言语这个系列的第2个部分。这个部分的主题叫做操练属灵思想的言语。属灵思想的言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反方面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一天不知道讲几句话你算不出来了但曾经有人统计，听说那个男生的话比较少，女生的话比较多算一算女生的话比男生多好多倍但是那个话，生活上你要沟通你要联络做生意你要去推销有产品这个话太多种了。但是什么话能造就人，能够装备人，能够带来力量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找到属灵的言语。那从哪里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充满这种正面、积极、有力量、有信心的言语？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刚刚我们读了这一个经文第一段是大卫的说这个宣告，我们等一下会复习第二段经文是路加福音，主用一个很浅显的比喻告诉我们说，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也不会结好果子。这句话有点绕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好果子一定是好树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台湾是一个水果王国，我们的农夫他们应该可以得好多比那个科学家还厉害的奖，因为他们能够把那个酸酸的水果变成那么甜的水果每一颗都饱满很厚实。那要让它结出好果子，要像那个树能够先被滋养，先被改变。那主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们，他的结论是这个啦。他说：好人从他心里面积存的善发出善来，坏人从他积存的恶发出恶来。最后这段话说：一个人的心里充满着什么，嘴就说什么。好，嘴就说什么，原来它是跟心里面想什么有关，而且是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也有可能生活上有一大堆我们说那个没有意义的话，对不对生活上一堆讲完了就没什么大不了，水波不兴嘛。但是有时候话是影响力非常大的。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意思是说一句话可能会让一个国家丢掉。
这个礼拜我们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光复乡的那个堰塞湖，因为崩塌，哇，突然间淹了大水，很多人逃不胜不及，甚至10多个失去了生命哈。大家看到很多产值超人一大支涌过去原来是要放连续假，竟然是跑到那边去玩泥土玩泥土，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比他放假更有意义。台湾很多在这样的救灾的当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愿意没有任何的代价，就是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不过在这个一大堆新闻当中，有一个新闻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歌手，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发了一句话，他说花莲的救灾本来政府就应该的啦，救灾团队应该的啦，不要感谢他们啦听起来人家去救灾，他竟然讲说不用感谢就在网络上被攻击得很厉害，没一下子就赶快把文撤掉了，因为他讲错话了。在这种大家同心救灾的当中，你说不用感谢，那是不是你们不用来吗？大家都是愿意自愿的，而且捐钱捐的大家很踊跃，甚至那些物品已经超过了不用捐了，因为东西太多了，消化不了了。我们长老教会呢，在光复乡有2间原住民阿美族很大的教会，因为那边是原住民阿美族很大的一个，反正他们的集中地就对了。他们每一次不是举办什么丰年祭吗？就是在那边有什么台巴浪教会还有光复教会因为他们是比较在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变成一个救灾的地方。那无论如何，讲话能造就人、鼓励人，但也有人会伤人。我们也常常知道说，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最大的伤害就是语言的霸凌。语言的霸凌，老师讲一句伤人的话，同学讲那个霸凌的话，让一个人受伤，甚至一辈子。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像这句话说，一个人心里充满什么，嘴就说什么。上一次我们提起过犹太人有非常著名的传统的大的经典叫塔木德。塔木德经典他讲过一句话，是很多人常来引用的。他说，我们生命当中有4种东西一去不回了，4种东西一去就不回。第一个是什么？射出去的箭射出去就回不来。第二个，失去的机会稍纵即逝。第三个是什么？流逝的时间我们在庆祝生日，很多人都会讲说，哇，青春回不去了我的生命就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最后一个是说出去的话，你说出去的话就收不回了。弟兄姐妹，那这个古人的智慧让我们知道，言语这一个人生命的雕琢里面是绝对重要，绝对重要。虽然我们一天可能讲一些没有用的话有人讲的比较坦白，像垃圾的话，但是那个不伤人也不伤己，那就过了。但是能说造就人的话，能说积极的话，能产生改变的话，那就不简单了。那什么话是我们觉得是有坚定思想的话，有属灵思想的话呢？我们来操练。操练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上帝的百姓。那我们可以从大卫他的宣告来做一个学习。大卫的宣告，一种属灵的思想一个属灵思想的言语。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那有人这样子说了说人类的语言不是一种声音发出来而已，声音发出来就过去了。曾经有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美国那边有一只鹦鹉非常厉害，会讲人的话几乎分不出来。那只鹦鹉有一次帮忙抓到2个贼因为那个贼讲的话被鹦鹉把它转化出来被抓住。他说这是
它是最聪明的鹦鹉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奇妙的动物啦，但是他说鹦鹉讲的话，他可能是学，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讲话会让2个贼被抓到嘛。但是人讲的话就不一样，因为它蕴含深奥的思想，能传达意义跟感觉，进行哲学思维和艺术鉴赏。换句话说，话不简单，能讲好话，讲有感人的话、艺术的话，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这个才能所以言语透过思想而发。我们常常讲说，哇，听君一席话，胜读怎么样？胜读10年书。很多人是因为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让他一生被改变。话语的力量就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大卫的一生。大卫的一生呢，他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来运用思想跟语言的典型啦。特别是他早期受召来做王的时候，那一种充满了信心、盼望、能力的话，在这2个宣告里面充分的呈现。大卫第一次在谁面前宣告呢？就是在扫罗王的面前宣告。扫罗王怎么宣告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哈。我们就稍微节省一下时间，我们直接看他的第2段。第2段是哪里呢？36节，他说：“我曾打死狮子和熊，同样也可以杀死那个藐视永生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换句话说，他觉得他不是什么蛮力啦，是超人的勇士啦。他是因为他有神同在，所以他能够救出被熊或狮子咬去的这个羊，或是抢夺羊回来。他说：“上主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也会脱离救我脱离那个非利士人。”换句话说，面对非利士人，就是这位歌利亚，他知道从人来看就是悬殊了，很像这个小虾米对大鲸鱼啦。但是他存在一个信心，是因为主会帮助我。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是扫罗那个时候是无可奈何，已经没什么办法可施了。他就讲一句话说：“好吧，你去吧，上主与你同在。”就是大卫所宣告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卫这个宣告，他说：“我是父亲是放羊的，狮子熊来，我去抓小羊，就追赶他们，击他们，救回小羊。”这个意思是说，我这样子做是因为有神跟我同在。他不凭着蛮力。大卫是一个牧童，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像我们上学一样，但他从小是敬拜神。换句话说，整个教育当中最明显的就是他常常思考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明白上帝是创造之主。大卫用这种思想做信心的基础。虽然他的力量敌不过狮子或是熊，但是他的信心思想已经制服了熊跟狮子，所以他在现实中就可以勇敢的击退。这是大卫成功的秘诀，或是胜利的秘诀，不是人所看见的力量。他第2次宣告就是面对这个危急的地方，就是因为他面对巨人歌利亚，在撒母耳上17节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手里，我要打败你，砍下你的头，我要把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大卫不是好战之徒，或是想要欺负别人，他是认为这一位巨人歌利亚，或是他们非利士军队，他们在藐视上帝。他是从信息里面看见他要为上帝来捍卫，所以他说让普天下知道以色列有这样一个上帝。再来他又这样说：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上主不需要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
上帝不需要这个，因为这是人的能力。他说战无不胜，要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你看大卫的宣告是这么样的一个清楚，是因为他有属灵的力量，属灵的言语。大卫向歌利亚宣告的时候，这一句话刚刚我们读过了，这是他说我要打败你，让普天下知道有一位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大卫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歌利亚向以色列军队和扫罗王骂阵，侮辱上帝的名。以色列这个时候军队为什么被僵在那边已经40天了？因为他们潜意识里面不敢出战，因为他们在思想上老早认为他已经是失败了，只能束手无策的在一旁。弟兄姐妹啊，我们从圣经或是一些历史考据资料他们认为这位歌利亚将近3公尺，不得了，3公尺。我们这个 NBA 最高的也是250公分吧，260，他们比 NBA 最高的人还高。有这张图来做比较他说2.9公尺是9尺6寸那一般的人165公分就是在这样子，这个比例差那么多他说他身上穿的铠甲就有60几公斤，所以呢，看到他的身躯多么巨大，而且他的声音声若洪钟可以惊动山川草木的力量。那难怪这个歌利亚在那边威吓他们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军队在这个以拉谷安营的时候，僵在那边40天不敢动，因为他们已经魂飞魄散，在思想上他们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了。所以这个时候无计可施，才找到一个年轻人17岁的大卫。大卫只有17岁，没有打仗经验，身材客观条件也比不上歌利亚，但是唯一他有的是充满上帝给他胜利的思想。我曾打死狮子和熊，同样可以打死那个藐视永生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他不是一种蛮勇或一种勇用，不是，他是因为他认为上帝被藐视了，他是从上帝的差派出发。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到这个迦南地探险的12个探子嘛。从人的力量，10个探子就讲那一个不可能的话，失败的话，宁可不要冒险的话。但是迦勒跟约书亚就这样说：我们靠永生上帝，我们就必能打胜。大卫懂得倚靠上帝，按上帝的思想来经营自己的人生。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次提示啦。弟兄姐妹，你力气比别人大吗？你学历比别人高吗？你做生意比人厉害吗？我们跟一般的人都是普通的啦，甚至连以色列人，他们得了那么多诺贝尔奖的以色列民族，他们的智商也都跟一般世界人一样。重点是我们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在生命、生活、工作、家庭当中，凭着我们这个有限的能力，3度空间的能力，去探视那4度空间，是神从灵里面得着的力量。那个力量是无限的，而且是没有限制的。就像这位幼小的17岁大卫，他勇敢宣告，跟一位巨人来宣战。大卫这样懂，是因为他从小就充满了这个属灵的思想。弟兄姐妹，大卫当然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我们大概知道说，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大卫一样，但是他的模式，他的得到生命能力的模式，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运用的。我们要分享说，在属灵的思想有3个要件。你说大卫有我没有怎么办？我怎么有？我要怎么有？意思就是说我不能知道就这样讲我就有了，不是，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是有一个操练的，有一个进入神恩典的一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什么？有悔改的生命。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要有一个体质的改变，你才有可能做某些事。没有就是病恹恹的，身体很软弱，
很虚弱，你必须要有一个操练。但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你有一个悔改的生命。悔改生命是怎么样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指明为什么要悔改。悔改不是天天给你讲说你做错这个做错那个了。悔改的意思是我们活在一个罪的世界。罪的世界不是你自己制造的，是你本来就在这个环境啊。所以圣经知道说，我们人本来就是有一个坚强、肯定、积极的语言，本来是有的，但是因为有罪的辖制，我们行不出来。就像保罗讲的，我知道的善，我行不出来。所以世人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那习惯消极负面的思想跟言语。你看我们这个电视，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一些评论，几乎讲不到多少积极肯定的话，常常就是批评、攻击、挖人的隐私、狗仔。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他故意要这样吗？可能为着某种政治利益，或是为了某种他私人的一个需要。人为什么会朝那边走？因为很清楚讲说，世人是生活在一个环境变质堕落，让我们感到不安、忧虑、烦恼、哀愁，处处充满负面思想的世界。这个我想你我大家都能够理解。你一个人能改变这个，不可能。人的力量没办法，因为这是被魔鬼撒旦所掌握的。大众媒体将负面的思想传递给我们，新闻版面充斥了那些报道血腥的、摧毁人性的。我们今天收受那么庞大的资讯，以前是你如果没机会看报纸那就算了，没有机会听新闻也就算了。现在每一个人手机你要什么有什么，那不得了了。你怎么样去避免都避免不了。所以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担惊受怕的世界，所以才说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生命。悔改不是说我做错那个，然后被处罚然后乖乖不得已才做，来改过来，不是，是因为我们想要取得一个正面的思想，就是要透过悔改。意思是说，我们要把体质改变，我们要跟神和好。我们有这个好的体质，就好像你的水管塞住，你要把它打通。你这个田地那么硬，浇水或是种下种子就长不出来嘛。那你必须要跟神和好，回到属神的生活，圣灵才会让你这个好土，圣灵才让那个通道水管能够流出那个活水，圣灵才会透过正面思想的器皿来在你身上动工。也就是说，我不能只说我知道了，哎呀，牧师讲了，我都清楚了，我都懂了，这一个周报写得很清楚了，投影片里告诉我了，我就会了。它是要一个过程的，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这个叫做悔改。再讲一次更简单，就是说你要除去罪恶的思想，离开邪恶的道路，那些负面的、嫉妒的、攻击的、伤人的那些除去，从神得到一个为上帝而活的一种生命。基督徒最让人家感受到的是，因为你说出的话会让人感觉温暖，你说出的话会让人得到激励，你说出的话让人觉得哎呀，好像醍醐灌顶，点醒了我，激励了我，指明了我。那这个话是从你的属灵思想来，不是你多厉害，是神透过你去感动一个人。父母亲能够让孩子听话，不是你多厉害，用什么技巧，是神透过你讲出一种生命的话语，属灵的言语，那这个就叫悔改。
换句话悔改的意思就是说，等于你要做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不顺利，再改啦，再改一下方式，改一下方法。我们常常看到有时候美食节目，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店做了美食，但他排队呢？原来他就付出多少辛苦啊！那个配料，那个佐料，或是那个汤头要怎么改？他要那个就叫悔改嘛，就是改变嘛。那我们生命为什么不用改呢？我们要雕塑，我们要调整，我们要回归到神的创造的那个美好，那个叫做悔改。第二个，悔改之后，我们要一直坚定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是你有身份的意识了。什么身份意识？我是上帝圣洁的子民，不是这个无关紧要的，或是可有可无的。我是一个神圣上帝的子民，你有这样的信心才可以。马太福音第7章11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知道意思，神要好东西给我们，但是你不承认你是他的儿女，那等于就是身份连不起来嘛。所以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的身份的意思，是确信天父必照顾他的儿女。有一张经典的照片，反正一个新闻的历史照片，非常出名。这张照片是什么呢？它是在1963年，已经很久了。当时美国总统叫甘乃迪，甘乃迪当时在担任美国的总统。一个特色是，除了甘乃迪很年轻、很英俊，所以他的孩子也很小。当总统的时候，他的儿子约翰·甘乃迪才2岁，就是一张被新闻记者抢拍的照片。这一张照片，他的儿子2岁，约翰·甘乃迪跟刚刚我们那个彭军的小朋友一样，跑到前面来。他就知道要找爸爸妈妈，不管你唱什么诗歌我就是要找爸爸妈妈。很巧，跟这张照片差不多。老爸在办公桌是在处理国家大事但是这个小朋友在他办公桌下面玩耍，还去抓这个老爸的裤管，玩得不亦乐乎。我们看这个情景是有点不搭，对不对？因为这种严肃的地方，怎么让小孩子跑来跑去呢？他是在告诉我们说，白宫的里面，这位小孩为什么敢在那边玩耍？是因为他认为他就是我爸爸，我在那边没有违和感。所以美国的新闻界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奇怪，但是把他拍出这一张经典的照片。这个小约翰·甘乃迪在父亲的办公室下面玩耍。那后来呢，很有趣，后来很多总统也会仿照反正就是有新闻记者想要抓这种照片所以这个是川普旁边就一个可爱的小朋友。不过这个小朋友他新闻讲说是马斯克的儿子马斯克来川普的这个桌子下面玩耍。另外一张更有趣，奥巴马在上班工作的时候，他女儿在办公室玩耍，他躲在沙发后面在偷看老爸在干什么。因为美国的白宫呢也是总统的家，很像我们富强教会牧师的家也在这里，你知道吗？很多会友知道说，牧师你家住哪边？我跟他讲说，你转个弯就到了。换句话说。这个故事是让我们一个启发了什么启发呢？我们要确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经诗篇这样讲说：我宁愿在上帝的殿1天，比起在恶人的家1000天。这种心思，你要有这种自信有这种神儿女的自信。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你要确认说，你已经得到上帝宝贵儿女的身份，你行事为人要像上帝的儿女一样坦然无惧来度日。
换句话说，拥有身为上帝儿女的自信，你才有积极肯定的思想，相信凡事必定亨通。那当然，这个不是说我知道了，你是要常常去经历，因为你信心好像就是一个温度计一样，有时候哇很有自信，然后又缩回来了。遇到困难的事情，你又自怨自艾起来。你要常常在这边操练，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啊，这个被污染的世界啊，被撒旦所攻击的世界啊，在负面的思想的新闻的世界，你怎么样一直在你的信心当中悔改的生命？你有一个成为上帝儿女的信心。那第三个，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确据？凭什么？对不对？牧师讲一讲，我就真的是这样子的吗？重点在这边，就是你要有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我们一般人这样勇敢的宣告，是因为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已经用他十字架的宝血救赎我回来了，我得到这个生命，我得到这个身份，我这个得到一个称呼上帝为阿爸父的身份。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虽然小小的，才2300万人，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台湾人是多么骄傲的事，对不对？我们出国，我们的护照让人家很羡慕，有些黑市的护照一个要卖20-30万，因为他觉得我们台湾的护照全世界都通用，有的地方甚至免签了。所以你有这个身份，所以你可以享受我们那个很多福利我们的这一个健康，我们的交通，我们许许多多的国家的这个福利，健保的福利，社会福利，你都得到，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份。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是有耶稣基督救赎的身份，所以将主耶稣的十架的救赎看成一个法定的，是没有人抢你走的，没有人可以用什么跟你交换的，这是神给你一个法定的依据，就好像你是台湾，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我们这样能够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因为神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被钉十字架，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赎回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三个条件，三个要件，就是说你要在属灵的世界有空间，你要在属灵世界有得着能力，你要有悔改的生活，从以前自我为生活中心的自己烦恼是在那边反转的，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接着是我要有神儿女的身份的意识，你就会感到你是一个健康的、有生命的，因为我是台湾的国民，所以我出出入入就不必这样躲躲藏藏。为什么台湾很多我们说逃脱的那个外劳，对不对？他躲躲藏藏，因为他不能被抓住抓住就要被遣送基督徒要有一种信心，说我就是神的子民，我要神的儿女的身份，能过出积极正面的生活，然后一直靠着一种信心的宣告，我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的宝血改变我的，所以用这种这个法定的依据，我们就有勇敢向神祈求。这三项条件的思想跟语言的基础，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有资格体验三度空间之外属灵的世界，我们将它称为第四度空间。那这个第四度空间呢，我们就是能领受，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本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话语，然后因为你有这个第四空间的能力，你就会继续接受神给你的恩典，这个叫做瑞玛。瑞玛就是你常常跟神亲近所得到的宣告跟力量。那
这个宣告的力量有几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要从祷告读经当中得着属灵的话语。第一个，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祷告。你的祷告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仪式的有活动才祷告，没有活动就没有了。因为祷告是充满属神的思想，持续的祷告很重要。祷告越久，跟上帝的相交也会越来越深广。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的一个异象，在以西结书47章1到12节说，从圣殿流出来一条生命的河水，越流越深，起初到脚踝，再到膝盖，再到腰，最后伸到不可渡的河，只能游泳而不能涉过。原文经文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复习了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藉由祷告，就是在经历生命圣灵的水流，象征生命的水不断的涌流，带来医治跟生命。所以呢，基督徒的祷告是一种生活，一种基本，就好像你3餐要吃东西。我们教会有一个标准，我们举办这个中保代祷，我们就设定1个小时。你会讲说，哇，我们这些代祷勇士在代祷室里面1个小时干嘛？要讲得完吗？祷告得完吗？其实你不要把它弄得非常的僵化。其实祷告就是有时候是跟神讲了一句话，然后听了3分钟，神啊，你能给我什么样的启示？有时候读段经文，唱一首诗歌，做一个默想，或是用那种经文跟神祷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的，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下文血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的，我必不致缺乏。用那种话体验神，所以我们的代祷时间是1个小时，你不会觉得过长，因为每一个人1个小时，1个礼拜就过去了。如果天天能用这种方式跟神沟通，你的生命的活水就一直涌流。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祷告的哈，用祷告的生活来见证。因为肯花时间祷告的人，你就是可以漫游在圣灵恩典的江河里。我们若被圣灵所淹没，就能靠着圣灵的能力而活。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我工作为什么要怎么祷告？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工作放在祷告里面，就把比如说你要写一篇东西，你要做一件事情规划，你就放入祷告里面，一边祷告一边规划，那就是你的祷告生活啊。不是做工作是一边，祷告是一边，有时候是可以结合的。换句话说，在祷告的生命当中，一体验你才能得到神所给你的话语。魔鬼最不喜欢信徒来祷告，他会想尽办法找很多借口，让你减少祷告的时间。你忙啦，孩子要照顾啦，要跟客人讲话啦，我要去上班啦，我要忙别的事情啦。其实我们唯一的对策就是你要下决心，常常祷告，付诸行动，因为在祷告中才能够靠上帝大能来战胜魔鬼。就像大卫在面对歌利亚这个巨人的时候，他因为有祷告的生活，有生命，所以勇敢宣告，打败了歌利亚。第二个，生活中要充满上帝的话语。我们在思想上，我们心里面撒下上帝的话语。刚刚我们是说有悔改的生活吗？有宣告你是上帝儿女的生活吗？你不是确信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吗？那你的身体就会好像这块田地被松软了，这块田地充满了养分了，就变成一棵会结好果子的树，对不对？你充满了属灵的思想，你讲出来的话就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信心的、有成就的话语。所以将上帝的种子撒入心田，那就是常常默想上帝的话。我们教会这一次推动了中会所鼓励大家来举办一个属灵的八个面向。我们其中一个就是读圣经我们希望基督徒3年能够读完1次圣经。我们希望做干部的、做长职的、做
领袖的我们的小组长，大家能够2年就把它读一次，是为了让你建立一个读经的生活，常常默想神的话语。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析啦。圣经固定了66卷，然后从第1页到最后1页，它是从古到今一直都是圣经在那边。它这个叫 logos， 在希腊文里面叫 logos。logos 的意思就是上帝对世人所说的话，借由神赐给世人的话语，我们要拥有认识神的智慧，有得着主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不变的，每一个人你读我读都一样，顶多就是版本不一样。但是在这一个神所固定给我们的属灵话语、固定的话语之外呢，我们还会得到一个叫做 Rhema。什么叫 Rhema 呢？就是上帝所有的话语中，圣灵特别感动。比如说，为什么说我读这段经文有亮光，对不对？别人读没有感觉，你觉得这个时候读到有亮光，那个亮光就是 Rhema 的一种展示啦，就是你有第4度的空间，有圣灵赐下特别对你讲的话。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它的分别 ，Logos 跟 Rhema 的区别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台南有一间教会叫 Rhema 教会。他就是在讲说，我们常领受上帝的话。那简单来讲，怎么分析呢 ？Logos 的意思是客观的、整体的，你读我读都一样的，就像圣经全部的真理，上帝的道，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但是 Rhema 是什么意思呢 ？Rhema 是他特别偏重个别的。你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工作者，你是一个设计师，你可能是一个老师。有时候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神给你特别的一句话，让你非常凸显；或是你在祷告时，常常有这样的 Rhema 出来，就是某一句临到你的话，就是上帝对你说的话。那怎么分别呢？我们只要一个判准了。如果你不读圣经，那天天说神给你 Rhema， 你信不信？不可能，那可能自己胡思乱想的吧。是你有圣经的基础，你有透过圣经，上帝才会给你启示。但有时候在紧急的状况，遇到特别的状况，你平常有读经的生活，但是突然间一句话让你得到一个亮光，那这个叫 Rhema 哈。所以有 Rhema 跟 Logos， 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时时的一个影响。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被给你们成就。”有一位在美国出名的传道人叫穆迪哈，穆迪牧师我刚刚贴的图片贴错了，这个是施布真对不起。那个穆迪他曾经讲过他自己的见证，他说自己的信心基础建立在瑞玛上。瑞玛的意思就是说，他常常从读经当中又体验了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他说：“我努力向神寻求信心，期待有一天信心像闪电般从天降落。可是神好像不是这么做，意思说你是空空的想，那是不对的。天天求，他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我读到罗马书10章17节，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他从这句话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不能把圣经合起来，天天跟神求什么？求神迹啦，求上帝给你特别的启示啦。他说我很愚蠢，我是要透过读圣经才有瑞玛。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平常的属灵生命没什么天天讲说上帝昨天跟我讲什么，圣灵跟我讲什么，哇，这个人你要小心，因为他有一点类似已经脱离了神的道，用自己的想法去界定。一个谦卑的人，是因为他读了圣经，就从神得到属灵的启示。所以基督徒最平衡的就是说，我有 Logos 的基础，天天跟 Logos 接近，但是神在某一些圣经的一句话里面，给你一个新的启示、新的指示、新的亮光。所以 Logos 跟 Rhema 是基督徒非常重要一个平衡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说唯有上帝的话语成为 Rhema， 变成属于你自己的，成为生命的粮食，进入到我们的思想，让活泼有效的思想在我们里面发动，来支配我们的人生。
这样的宣告结果会带来好的影响，会让我们走向蒙福的人生。最后，我们期待，我们要迎接50禧年，我们希望我们富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确信。什么确信呢？耶稣基督是掌管我们思想的主人。你要有祷告的生活，读经的生活，将自己的思想跟语言放在主的权势之下，是被神所主导的。你讲的话是有根据的，是有圣经背景的，是有圣灵亮光的。然后在这个语言、思想的语言之下，你的在主的权势之下，你就会真正用到一种属灵的思想，也就是讲我们说第四度空间的思想。基督徒最能体会什么叫第四度空间，因为我们都从小就知道说圣灵看不见啊，上帝看不见啊，那你在第四度空间就遇见神了，对不对？你在第三度空间看得见吗？所以基督徒最能体会什么叫第四度空间，就是我们说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期待每一个基督徒都从属灵的思想当中活出得胜的人生。愿神跟我们同在。接下来我们要祷告结束，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也只有这样的信心，神给你力量，我们在神面前要举行医治的祷告。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蒙到这个恩典，主耶稣宝血带来的医治。我们现在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从圣经所得到的学习，无论是大卫的宣告，或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有怎么样的思想，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有什么样的话语。神啊，求你让我们活在主耶稣的恩典中，活在圣灵的水流当中，因为主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会得着这种恩典。我们心里充满什么，我们嘴就会说什么。我们有属灵的思想，就会说出属灵的言语，信心的言语，胜利的言语。我们要进行医治的祷告，也愿神将这样的信心跟盼望力量临到我们每一个渴慕求神得医治的弟兄姐妹身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在奉献前要一个医治的时间，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勇敢的到主面前来。你有肉体上的病痛，你有心灵上的软弱，你有一件想要完成的事情，要求神给你指示。我们在这个请同工敬拜团来唱这首诗歌，一边唱的时候，一边走到前面来，是我自由。我们来唱。自由的灵啊，求你勇敢的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来。我们在楼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哈。来到我的生活，勇敢到主面前。的愁烦，拿走了心中的不安。我们请长老带领团队，勇敢的奉主的名来做服侍，感谢主。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临来使我。可以站到中间来一点，中间来一点啊！再一次，我们从副歌。还有没有弟兄姐妹勇敢到主面前？无论是肉体的病痛、心思的需要神的保护，还有烦恼要神来解除，求神跟我们同在。求你临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小声，牧师要做一个说明来鼓励。昨天我们青少年在参加那个第3堂礼拜六的聚会，瑞平牧师用圣经巴黎买这位眼睛看不见的呼求主耶稣的医治，在众人吵扰当中，
他勇敢宣告：主耶稣，请救我。后来主耶稣按手在他的盲眼上面，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平安的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们来到主面前，跟你平常祷告其实都一样的，但是重点是我们要靠着信心求神得医，让得到医治。这时候我们开始在轻轻的唱这首诗歌，我们请同工开始为前面的姐妹弟兄来做服侍。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跟着主我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临来赐我自由。我们音乐继续，我们请大家在默祷当中为前面我们这群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开启他的恩典，赐下医治，赐下盼望，赐下平安，在我们的前面的弟兄姐妹当中。感谢主，感谢主，愿神的医治临到我们。像耶稣所说的，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让你得医治。愿神的医治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要邀请大家站起来好吗？我们再唱一首副歌，唱完我们来做祝福的祷告。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临来赐我自由。是的，我们来做祝福的祷告。进来父神，就像巴尼买用着信心走向耶稣，主耶稣宣告说：你平安的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医治了你。神啊，也求你赐下信心给我们每一位在主面前寻求医治的弟兄姐妹，求你借由你的圣灵赐下医治跟盼望。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必得平安；主耶稣为我们受鞭打，我们就必得医治。神啊，不是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心灵的软弱，或是肉体的病痛，甚至有的是有慢性的疾病，求你按你的旨意赐下你的医治盼望，让他们所服的药、所看的医生都得着有效，让他们生命得着健康，得着喜乐，得到平安。我们也将教会中有弟兄姐妹在家静养的，有遇到癌症细胞攻击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神啊，愿你降下你无限的恩典，你的大能的医治，你的属灵的恩典，你的神迹医治在他们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是有结果的，盼望是有力量的。神啊，求你这样医治也临到每一位在你面前寻求祷告的弟兄姐妹，也赐下平安跟喜乐。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我们为我们亲人他们的肉体病痛、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健康祷告的，求神亲自应许。我们奉你们的祝福每一位在主面前谦卑祷告的弟兄姐妹，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坐，请坐，我们请回座。愿神的医治临到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请执事来准备来做奉献。
奉献，我们一同来奉献。一生爱你。请坐。金句背诵，我们来看9月份的金句，我们一同来念，请。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再一次，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现在由我来报告，请看周报的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主理夏文学牧师，诗会是花文凯长老，其他服事同工职月侍奉，请大家自己来看。我们看周报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点，本会定于下个主日10月5号举行世界圣餐主日圣餐礼拜，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与。第2，基甸牧区2025太北短宣队已在第1堂主日接受祝福差派，我们请弟兄姐妹持续为我们所有的同工来祷告，也恳求上主的圣灵与我们的同工同在，邀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代祷。第3点，第8期幸福小组幸福茶会进入第2时程，请为我们的幸福小组宣教事工来关心，也请你邀请你身边还有许多未信主的朋友邀请他们一同来参与我们幸福小组的宣教的活动。我们看第5点，在今日主日下午，我们将在长荣中学举办社教50喜年系列活动的篮球联谊赛。弟兄姐妹，如果在下午您的时间是方便的，我们从2点半到6点，邀请你一同来到长荣中学的篮球场，来到现场观赛，也为我们所有的选手加油。第6点，我们知道花莲光复马太安堰塞湖溢流的灾害，我们也持续为灾区的重建以及后续的整个这些救灾的工作，我们一同持续为他们来关心来代祷。第8点，
本会喜讯、本会谢以胜弟兄以及邱子倩姐妹夫妇，也就是谢承佑长老的公子他的媳妇呢，在上个礼拜是蒙主赏赐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婴，母子均安，感谢上主恩典满满，得着上帝最美的产业。那么他们也现在是在线上一同跟我们聚会，我们感谢上主大大的赐福。接着门徒培育事工以及研讨会的消息，我们自行来关心来阅读。那么第7页有关奉献的部分如果有出入，也请向财务人员来更正。以上报告，我们请夏牧师来补充。好时间还有一点点，我来做一个补充，就是我们的名人讲座第一讲是在10月26，这个下个月的月底由潘志豪牧师要来做分享。我们请弟兄姐妹大家邀请我们的慕道朋友、福音朋友，包括我们幸福小组、福音茶会他们的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预备心有2堂第1堂、第2堂，大家预备心第二个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已经陆续在进行当中，一切都很顺利有的是用茶会的形式，有的是用幸福小组连续的方式，我们请为他们代祷我们教会大概是用这个宣教基金来支付这些事工跟费用我们请代祷。那接下来这就是幸福小组的一个图卡我们有启动幸福预备了我们有这个乐学共学营已经进行到第3周了，我们有幸福邀请这些我们很多喜乐小组的事工，还有这个健康下午茶福音茶会保罗牧区的都很棒。那另外我们这个本土化福音系列套组，我们这个补登记它就是加购的，我们已经来了如果你有登记的，或是有一个小组团队我们赶快跟我们的办公室来领取领取。那另外我们这50喜年的奉献袋，我们也大家为我们教会50喜年有很多活动事工，包括下午我们要举办篮球赛还有我们明年的各样庆典我们有很多部分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这个空间的改善这些都是用到这个费用，请大家一起来代祷，也踊跃的奉献。我补充2件，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关心这个花莲光复的一个水灾有人员的损失，大概前面的救灾是一个段落，但是后续的复建，还有我们这个在那边的马太安教会、光复教会，他们做一个救治的动作，我们会发起一个奉献总会希望我们为奉献。但是我们想说下个礼拜刚好有圣餐礼拜，那圣餐礼拜有一个圣餐奉献，我们会把它结合起来如果大家有感动，可以借由圣餐奉献我们那个聚集以后，我们再看是直接寄到马太安教会或是总会这边的救灾事工希望大家有感动的可以届时为这件事情来奉献那另外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我们明天呢是我们的教师节连假，所以礼拜一办公室补休假，所以明天没有上班，请大家如果要来教会要跟牧师联络不然有的代祷团队是可以自己进来就没问题另外一个也是祝福的消息，除了恭喜我们的承佑长老做阿公以外我们另外今天呢有一个喜事，就是在下午我们的之前的神学生叫做谢雅婷传道，他要到嘉义中会的大林教会来封牧就任牧师我们也祝福他，也为他能够在那边有美好的服事来祷告。那最后邀请大家无论你会不会打篮球，或是你上不上场，我们都一起到那边热闹一下牧师以前也很喜欢打篮球，但现在连跳都跳不起来了我们去拍手去欢迎欢迎大家特别是我们去看我们下一代年轻人，他们上场要表现了哇！这些年轻人跳得很高，会不会扣篮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去跟他们加油我们的那个提摩太好像跃跃欲试以提摩太牧区他们说要把冠军留下来，我们去跟他们鼓励好，谢谢。
颂荣，我们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完，请牧师祝祷。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保守在关乎很多遇到水灾灾害的我们的同胞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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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我们第二堂礼拜到这边结束，请彼此请安问好。